别印两性傲，大家好，我是碧纯，带你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幽默的模糊界限。那可能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幽默，然后呢，他讲的话啦，他做的动作呢，却是让人家很傻眼，感觉不舒服。哇，那这有可能会触犯的性别三法哦。那么到底幽默的分寸呢，应该如何来拿捏呢？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好，那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贵宾哦。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万福法律事务所的创办人许世选律师。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律师。接下来是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张英韶。好，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的王美琴老师。大家好，我是昆山科大幼保系王美琴。大家好。好，欢迎三位来宾。好，那我们常常讲到就是听到说性骚扰这个词，就听久了之后呢，很多人都想说我要开玩笑之前呢，我是不是要考虑到说我是不是会有性骚扰的这个问题所以造成大家都开始要开玩笑都有点担心好，那我们请教王美琴老师。是没有错哈，主持人这个敏感度非常的高哈。其实，在学校里头，我想在上课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学生之间其实也会常开玩笑。有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是很幽默，我是在称赞您的身材，可是都没想到说，这就已经这个触犯到所谓性骚扰。比如说什么？男同学都很喜欢跟女同学讲说，哇，你身材好好，以后当你的小孩一定很幸福。哇，这个就讲到人家的身材这样子违反了。对啊，那我就说，同学你在讲什么？他说没有啊，老师，我真的觉得他身材很好啊。我说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啊？他就觉得上半身很……我当然知道，但是问题就是这会引发人家不当的联想。当然啦，所以我才说，其实真的是教育性平教育的部分，真的还是要慢慢灌输给同学们，男女性都是一样的。哇，所以那这样子的话，真的讲的通常是男生讲女生嘛？那有女生讲男生的吗？也是有啊。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女同学的肢体动作也是很直接，然后有时候就往她的屁股一拍，我说你在做什么？没有啊，我只是拍拍。这个她都每天都有在跑步，屁股有没有很结实？你说你女同学去拍男同学的屁股？对啊，我就觉得你们好到，因为社团嘛，那怎么会好到这种？他说老师，我们都是哥俩，然后就直接趴在男同学的身上了。这我就要回应了。我曾经被男同学拉着我的手去揉他的胸部，跟我说：“老师，我这是真的。”我整个当下整个完全傻眼，我还跟他说：“孩子，你要毕业了，你以后出去不要随便把人家的手拿来揉。”他说：“老师，我不介意啊。”我说：“可是我介意呀。”他要你见证他的肌肉是真的，就对了。对，因为他们现在孩子都健身嘛。对啊。他就要我见证他的胸肌哇，胸肌。对我那时候整个吓到傻眼，然后他跟我说他不介意，我说可是我介意啊。他说老师为什么？我给你摸也不好吗？我不想摸啊。哇，老师，那这样子的话，他拿你的手去摸他的胸部，是他被摸所以是你性骚扰他吗？当然是我。不是我被性骚扰吧？是你被性骚扰了因为觉得这个界限的部分，对律师，我想请教他这样有没有强制我的行动自由？对啊，而且律师这样子，你的老婆被人家这样子拿手去摸他的胸，你会不会不高兴啊？我尊重我老婆。可是像这样子有没有强制的概念？对啊，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这是很典型的那个肢体上的性骚扰就成立了，是没错。对啊，所以大家就是不要你自己说你不介意，但是哪天一环靠肩，
咖喱公你就是有摸过我胸部，那怎么办啊？可是我当下那么多人看，而且我喊得很大声。哦，对，我其实有呼救，而且我大声说，可是我不愿意。我有讲，我有讲。对，所以那个时候这样子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对不对？我觉得是，但是这种所谓的我有没有当下的抗拒，其实不构成性骚扰存不存在的一个直接要件哦。因为有一个可能，因为我是年纪身经百战的职场女性老师，对，那所以我可能有本事当下在这个情形底下我回应，可是我相信更多的人可能就傻眼一下以后，时间事情过了，他可能就完全来不及表述，可是他可能会回家越想越不舒服呀。所以这个性骚尤其他尤其在校园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家许律师有不断的在跟我探讨的一个问题。他说性工法都有期限，干嘛这个性平法？其实它是没有申诉期限哦。那这也是在 Me Too 风暴里头，其实非常多。我甚至于参与了很多场的调查，其实老师都已经早就退休了，甚至还有老师其实已经晚年，他的身体状况其实记忆都不复存在。那还是被提起了这样的一个申诉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校园里头幽默这一件事情。对，像我刚刚提到的，我那男同学，他其实自己都觉得他自己他很骄傲，第二个他觉得他很幽默，第三他觉得很自在，第四他觉得我都不在意，可是他忘了考量到别人的感受跟需求。那这样律师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呀都会有顾忌说，如果我开这个玩笑，我自己觉得幽默，那到底有没有涉嫌到这个性骚扰哦？所以就是说我难道还要再去翻开法条一一看完，然后我再来开玩笑吗？这个让我想到那个性骚扰防治法哈，刚通过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男性的社团里面一片哀嚎哦，不知所措哦，就是法律干嘛定的让大家都这么痛苦？都不能幽默开玩笑，尤其是男性社团，因为男性社团黄色笑话占一半。对。等一下，律师，我有一个疑问呢，像你们律师也会讲黄色笑话的社团会加入哦？多少是私底下事实上都会啦，难免嘛，因为这个很容易带动气氛的哈。不过我要讲的是，我们现在回过来谈法律嘛哈，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从戒严演变到经济挂帅，再来演变到现在是保障人权还有法治，所以才开始强调这个人权、工作平等、性别平等等等的法案陆陆续续的推出，所以我们的国家几乎是用先进的法律来带动整个社会的价值。所以这样有好有坏啦哈。好处就是让社会被迫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进步。然后坏处应该说负面影响就是说大家会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期。我还记得最早91年3月8号刚刚实施性别工作平等法那个年代，很多企业主都接到县市政府裁罚30万元，为什么？只是在应征栏上面写限男性，限30岁以下，这样就裁罚30万。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傻眼，为什么会有这种法律但是这个是在落实宪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权跟平等权的实质平等，所以这是有必要的。然后经过这20年来，让大家也都适应了，让工作环境也更友好了。好，那现在变成再进一步性骚扰防治的这个概念，用立法丢出来的时候，确实也造成很多人不适应那很多人不适应，事实上我们要检讨，就是说。不适应，为什么会不适应？因为大家长期以往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简单讲就是这样嘛。开别人的玩笑很好笑，别人开你的玩笑，你觉得好笑吗？当然就不好笑。所以大家可以开始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幽默感一定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别人的身体特征，或者炫耀自己的身体特征？这也不对因为身体这是一个很私密的领域。不管是自己的是或别人的，别人的不想公开，别人也不想知道你身体的私密的状况一样所以渐渐的大家从
性骚扰防治法实施之后，这几年大家也渐渐接受了哈。只是说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这是强调的是在工作领域里面，因为工作里面都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大家的相处并不是基于自由意识决定，而是一个工作职场的环境，或者说学校环境，或者军队里面这种环境，大家不得不在一起。所以这种发生性骚扰的情况不能说非常严重，几率会很高，比平常还要高，因为他可能工作时间没有办法离开，那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所以这一次的修法把这些一次都补强了。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讲我们的幽默感现在幽默感这种就是我们新法这样既然一步一步的实施了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持一个原则啦，就是可以开自己的玩笑，然后不要开身体特征的玩笑然后这个大原则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相信这个原则把握住的时候，你的幽默感还是可以行遍天下，不会有任何问题。真的就不用一一去调法条对不对？对，如果遵循这样的原则，好，那一般我们都觉得说，男性朋友啊，他们那个团体在一起才会开那个黄腔啊，这样子让气氛营造的比较好。那女性的会这样子吗？英嫂老师？女生也是有所谓的皇后啦。对，也是有所谓的皇后，而且像以演艺圈来讲，我们就知道以前有一位这个姓陈的女星其实也就是超级被说她就是皇后嘛。那只是那个时代可能大家对这种所谓的性骚的意识比较没有那么的普遍。那刚刚其实讲到的这个女性的团体、男性的团体我处理过一个案子，纯男性。但是不能开性平上面就是有关于性别的玩笑，也就是不能讲黄色笑话，因为那个场域大概就是他们在中午午休吃便当的时候，那大概有7、8个人在，那有一位这个比较属于长官级的，他就讲了一个有关于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度夜的笑话，那结果大部分的人都哄堂大笑。可是其中有一位，他就很不愉快，他就觉得这种开玩笑对女性很不尊重，然后而且好像在炫耀男性的那一种所谓的雄风，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然后他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讲了卖个攻击这种笑亏啦，这不好笑，反而他还被笑了，大家就跟他说。白白拢查甫的，你是有要紧就讲了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很不愉快。然后后来大家就七嘴八舌，就讲说是不是你自己怎样是不是怎样？反正变成他又变，这就是又我们在讲到的霸凌性霸凌，因为就开始去讨论他的功能性问题呀，他的这个性别问题呀，那大家都觉得在开玩笑。可是他就一个人，他只是因为他觉得说这样子的笑话，他觉得不 OK 也不应该，就从他去觉得他自己制止对方，他也没有特别觉得怎样，到后来他提出了性霸凌的申诉。对耶，其实就是在一些社交场合，那有人他就开了这种，大家有些人觉得不幽默的玩笑，然后他就说，我这是在营造气氛呐，我这是在开玩笑啊，那甚至人家大家觉得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时候，他又甩锅就说，哇，真的是开不起玩笑哇，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请教律师这是不是涉及这个性骚扰防治法？是，因为调情啊、制造气氛、开玩笑这种是社交场合的家常便饭而且是增进人员这业务人员要提升他的业绩这些都是必要的生存条件只是说这个性骚扰防治法既然定下来了它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标杆大家也不能闪躲，也不能规避所以性骚扰防治法定下来，然后性别平等工作法定下来之后，大家都要遵循的就是性骚扰的界限一定不能跨过去。好，那这个性骚扰的界限，当然法条写得很复杂
法条写说，不能以性要求、性暗示、对于身体特征作为一些引诱或者造成人的不舒服或者以用这个性要求作为对价光看这些法条念完就要好几分钟。但是事实上就是把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就刚刚有跟主持人建议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幽默的时候不要开别人的玩笑，可以讲自己的糗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讲自己或别人身体的特征，用这个当主题来制造气氛或者开玩笑，这样相信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发生。当然就是说大家在社交场合刚刚张老师提到的，在社交场合大家哄堂大笑，但是你如果发现有一个人都不笑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有人不舒服。对，这个时候建议就是说就这个话题打住，转开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大家相处也都知道，有时候气氛很重要。你一次冒犯、2次冒犯，大家可能不会追究，隐忍一下。但是你不止没有停住这个话题，还把它拿出来当主角，这样子问题可就大了。对，就是误以为自己很幽默，但是不会看人家脸色，要观察一下对不对？现场大家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幽默，你就继续讲没关系。有人不太舒服就不要，对不对？美琴老师。对，主持人刚才律师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例子现在饮料店非常多嘛，那有一次我就到饮料店去买东西了，那刚好这个柜台站的就是一位小伙子然后他就一直频频的打哈欠这样子，结果没想到隔壁的这个吧台那边同时也有几位男性工作伙伴然后就直接拍了他的一个肩，就说咱就怕表那这个昨天晚上可能跟女朋友很热情没带来都一直打哈欠这样子啦我听到我吓了一大跳然后因为刚好是我在结账然后我就问那个打哈欠的那个工作人员，我说你还好吗那因为依照我们的职员，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老师嘛，因为我们都是一般的这个去购买的客人而已。然后他说没关系啦，习惯了。他就这样回应我，习惯了，他就这样子。对，我说这不能成习惯啊。如果你真的心里不舒服，你要跟他讲说，不要再讲这样的话，我不舒服。对，要勇敢的表达，然后要不然自己就默默隐忍说我习惯了。是，对，是这个就回到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在职场上来，刚刚律师有讲嘛，职场是一个我们不是一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一个组合团体嘛，那所以这个常常我们就会觉得说，大家相忍呐，这个为了求人际的和谐啦，为了不要让自己的人缘受损，大家都是来求一口饭吃。对，所以像这个就是性工法这一次修改的，其实他们店长或者他们的老板应该要主动要来揭示一个友善的那个工作环境。对。但是他如果本身没有去讲的话，也许他的主管并不了解，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讲的，这位小伙子就跟我讲说，没关系啦，大家都很辛苦大家都习惯了我忍一下就好了，这样子。对啊，其实如果自己觉得不舒服，应该要讲。那如果说对方一直没有改的话，我们再来说嘛重点来咯，因为他本身是男孩子他会不会也觉得是说怎么会那么小气？红郎共姐那么小气，所以他就对我笑一笑说没关系啦，没关系这样。对，所以现在还是会有那种刻板的印象，觉得男生就应该大方一点，让人家讲没有关系不是女生就不能讲，说会破坏她的名誉。可是这个观念就是其实随着我们这时代的进步，真的是要慢慢来改。对，好，那是其中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服务业很多嘛，那你可能就是你的员工跟客人之间可能会有产生一些可能相关的那种性别方面，像昨天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位客人然后他去洗头，那他非常奇怪，他已经是光头了，还去洗头。好，那洗头的时候呢，他就躺在那边让一个漂亮的妹妹帮他洗头，结果他就突然间把手往后一伸，抓住那个妹妹的手，一直搓，
这是昨天刚发生的新闻。结果那妹妹吓到了，还挣脱不开，然后挣脱开之后呢，哦，她真的吓到，然后后来他们的老板有出来问她说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客人，光头的客人竟然说，哦，我是觉得说那个妹妹啊，她可能哦手帮我洗手会酸，所以我帮她按摩一下。你看，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雇主应该他有涉及到性骚扰防治法吗？来，律师，这个也是这次修法的重点之一哈。以前这种性骚扰事件发生，如果不是在公司里面，而是在一个公共场所，比如说百货公司、大卖场，这个客户呢，在公共场所来接受服务的时候，然后跟员工对员工产生性骚扰的行为，然后至于这个客户到底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事实上，公司也不知道，雇主也很难开启这个调查程序，来进行追溯，更遑论说有处罚的问题，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法律的漏洞。好，这一次呢，就修法就直接规定，这种公共场合，如果员工在提供工作的在工作的时候，被性骚扰，这个时候就直接适用性骚扰防治法，而不是性别工作平等法。是，因为性别工作平等法，必须要向雇主申诉，由雇主来进行这个调查程序。但是雇主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公权力去查核一个一般的不特定人，所以直接规定这个是适用性骚扰防治法。简单讲就是报警。由警方介入处理，警方就可以调动附近的监视录影器啊，查明说这个是谁，然后通知他去做笔录来调查。对。我想请问的是，刚刚那个洗头啊，那是老板要不要帮忙报警？对啊，需要还是都需要哈，因为现在就是说，雇主的协助调查义务不会因为加害人的身份是客户、是员工等等而受到不一样的处置哈，雇主还是通通一样要协助调查，而且就是开启这个立即有效的防治措施，这个通通都要。是，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新闻事件啊，是雇主有马上去报警，然后刚好他们就是那个角度也有拍到，监视录影器有拍到，所以拍得很清楚。刚才在提哈，我就突然脑海在当中真的就太多案例了哈，就像有一次我到这个所谓媒体店哈去做这样一个脚部的一个按摩好了，那旁边呢，因为他没有分女生男生嘛哈，那在我旁边刚好有一个男客人。然后，可是帮他服务的是一个女的美容师啊哈之类的，那我就发现哈，这个大家都很 relax 嘛，都很放松的在放松，当然当下当然是需要去做休息的部分，可是我发现啊，这个男客人就抓着那个媒体师的手说，就这边要用力一点。这边，可是他的角度就是在小腿的地方，可是就是的确是抓了媒体师的手，就说啊这边啊，就是这边比较酸啊，因为我都有在运动，在跑步，就是这里。他可以自己指，为什么要抓人家的手呢？所以对不对？故意的。对，我也觉得故意的，气死了。你也觉得？我在想说，我在想说啊，当下我要是反应的话，这个会不会人家这个媒体是总是来糊口饭吃的嘛？对，会不会觉得说啊，老师man啊，你不用帮我讲话，都没关系的。对，所以我也就默默隐忍。我说你最好不要碰到我不然对，就真的很严重。真的有很多假借这种工作然后就这样摸。那像刚这就是一个媒体的部分啊。对，媒体的部分，这个真的是有一些按摩业啦对不对？这种很容易发生的，像老师就被人家拿去摸胸肌了。对，可是我不是媒体业啊。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啊。没错，其实我发现有些人啊，他会认为说，我这样子，我们就巧立名目啦，然后就趁机可以做点他自己认为应该不会有事的行为。可是事实上真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面对你自己的所谓的小聪明的时候，请不要忘了别人也有大智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就是合理的，没有，
它不是紧急避难措施，是吧？那个律师，我这个紧急避难讲的有没有很好？你要不要给我赞美一下？对，是，对嘛？人家去洗头，他又没有对你做什么事，你干嘛抓人家的手？对呀，他说人家累要帮他按摩，对，这什么然后人家说法啊？按摩你的腿也没有干嘛，你干嘛去握人家的手？对那都不合理的一个状态。那你不要自己以为说这样就是我。没有什么问题哦，很有问题的，对啊可能可以补充是来一下因为律师，在我们的国民教育里面长期以往都没有注重身体自主权的这一块的教育，所以我们也不尊重别人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受侵害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已经被侵害了。所以现在的法治教育或者说小学、中学，他们已经很强调身体自主这一块。我想老一辈的人，像我们的以前的教育根本就没有这一块。对啊。对，所以这个是因为法律规定了大家要跟得上法律的脚步。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就是说这次修法有谈到是一个非工作时间所产生的性骚扰问题我们刚谈到就是说，在工作场合遇到这些性骚扰状况该怎么处理？现在已经修法也补正了这一块非工作时间。如果下班时间老板一直打电话要跟员工约会、吃饭，那可以吗？或者说已经下班了然后跟其他同事这个公司同样的其他同事其他同事一直发 email 要追求，然后挡也挡不住这些情况现在法律都已经规定了。是非工作期间的同一个事业单位里面的，不管雇主或者同事所进行的性骚扰行为，还是受法律所管辖。是。另外，甚至非工作时间跟其他公司、其他单位共同执行职务而发生性骚扰事件，也是规定在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也要一起管辖，也要一起进行调查。是，所以现在几乎没有法律上的真空状态了。是对人权有更大的保障。是，所以按你听起来的工人今麦修法咯，让我们已经24小时都可以受到保护了哦。哇，那大家就可能要多善加利用就对了。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3位贵宾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性别一两性奥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再会喽，拜拜，拜拜。